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是铁路节，咱就向顾守咱安全甲便利的铁路工作者说一声多谢。另外，较早电视报地戏有一句台词真像，讲到顺我食生，逆我食亡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“者”读子呀“者”第二条，“者”就是特别身份的人，像讲记者就是新闻工作者。另外，研究学问伫大学教册是学者，另外写册咱讲是作者，若是写歌的创作者。日本嘛有忍者，要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，拢是较现代词。头一个读做消费者，较早咱讲是人客，意思就是买产品、用产品的大众。第二个词读做业者。较早讲是头家，代表是经营某一个行业的人，或者是公司，像讲百货业者、旅馆业者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疫情一个月开放出国了后，真侪人四界去行搭。旅游业者生意开始做热市，消费者嘛有更较侪选择，规个市草慢慢啊恢复到疫情进前遐结市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者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